来继续来看南投中寮的石龙宫，就是迄间专门咧放泡面的土地公庙。讲半暝啊2点外火烧庙，民众讲要去拜拜，结果发现大殿的边啊，放蜡烛甲油灯的架仔下骹窜火出来，想要拍火，但是找无灭火器，只好赶紧离开。消防队赶到地，差不多用半点钟的时间，才甲火拍花。加在无人受伤，土地公嘛无损害，也毋过规间庙是烧到乌麻麻。大火为庙内的大殿闷出来，大殿边啊铁皮架嘛烧烧起来，不少民众拢在讨论，想要到庙会熊熊导火。确定一下没有人在上面哦。火烧的所在，是称作泡面土地公的南投中寮石龙宫。今仔日半暝2点外，要来拜拜民众发现大殿边的蜡烛堆含油灯导火。开始我们上去，然后就是旁边放那个放蜡烛的地方，然后就有火苗，然后起火，他就要找灭火器找不到。一开始是蛮小的啦，可是后面灭火器没找到，就一直越来越大这样。民众讲，离开后听到有其他人用水来拍火，也毋过内底有油灯，赶紧阻挡。消防队用半点钟才将火势泡花。那火势在很快我们就扑灭哈，那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。虽然无人受伤，土地公的身上嘛无毁损，也毋过庙内外拢互大火烧到乌烧烧。火调人员一透早来到位有红锁线，初步调查导火所在伫身上的倒边，放蜡烛含油灯迄盏架仔下骹。石龙宫奉称作泡面土地公，是因为有人食拜过泡面了后着奖，搁卖泡面来行官，渐渐啊食泡面、拜泡面变做特色。平常时无论日时也是暗时，拢有真侪信徒。若这摆是安怎会伫半暝啊导火？消防队要过来调查。庙方嘛讲，因为火场要过来整理，呼吁信徒暂时莫去参拜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